讲到这卡罗洪泰离开台湾了后，是搁在第二届侵袭到日本的奥基纳瓦，造成真侪航班取消，上千名台湾旅客留伫咧奥基纳瓦是几落天。其他的航空公司有加开大只飞行机，会当甲全部旅客载回来。也因为这洪泰期间呢，这电话信号无好，就一寡旅客未赴甲旅游不便险的时间搁再延长，所以变做讲留伫咧奥基纳瓦这段时间，这费用可能爱家己来负担咯。 飞机降落桃园机场，旅客行过空桥，返来台湾心内拢真激动。卡罗洪泰路线真怪，随时开始第二遍侵袭日本的奥基纳瓦，伫咧当地造成大风大雨，互日本叫做第一怪洪泰。受洪泰影响，上千位台湾旅客掉伫咧遐。卡努台风就经过嘛，又回转，又转回来，所以在那边在冲绳就是卡5天。 也是有蛮大的，而且风真的很强。我们那时候住那个凯撒饭店，整栋的房子都在摇。风很大，风很大，雨很大，然后我自己待在饭店里面，待在旅馆里面。然后机票已经本来已经确定好说，可以坐什么时候飞机，然后就被取消。等真久，总算会当返来台湾。旅客讲加开真侪钱，若是机票，因为航太信号无好。 有人无接到旅游无方便险的电话续保的时间，调伫咧当地加开的钱超过3、4万块，拢爱家己出。多待了几天？多待6天嘛，对，加了1万多块。一个人1万多？一家人4个加1万。那这样多待6天，多花多少钱？多了，很难算了，都算不出来了，都用刷的，对啊，都刷爆掉。对，都可以去欧美了。总共待了几天11天。原本是打算去几天？5天。 那这样一家4口多花了多少钱？都花了大概1倍吧。多了30万，不止。应该不止。卡努洪泰内乱，造成奥基纳瓦航班规个拍干，将在旅客留伫咧当地无法度待。华航伫初7加开一台班机疏运，加上正班机加延后正班机，差不多会当载1000位旅客。长荣甲新宇航空也用大机行载，希望赶紧甲大家拢载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